我叫莊萬清，我只是一個工人，我想要請各位媒體朋友幫忙。到底發生乜嘅事啊？先莫講，跟我嘅理解無關係。假使講你若是我，你敢會甘願？這種無法塵土，盡可能會潛水不明。之前能做捷運的工廠，可能係加壓工法的問題，造成骨頭偏邊。什麼意思啊？這個很嚴重啊，這會造成生命危險。快開，去啊！做快開！是嘿哦，無一定係壞事啦。5、4、8、10萬，今天要200萬呢。想用錢解決問題哈？愛能自想解決大家問題，真嘢嘛嘅，做得實係。其實對愛能工人來講，錢係最實在嘅。